姑娘马门人啊，不知哪把里想出来，抢功劳，拿老头子身上带方清的好处抢到自家身上，自家的权势势力出位置出到老四人身上，娘里家居子马三们嘛，老四娘起行，想装各地苏定体张仪，就是一讲讲话了嘛，方清聪明一时啊，糊涂一时，信以为真呀。预备想拿该方精英挖出来，推为市民中浪抵达两来些个辰光，他是拿出来嗷嗷大叫，不能见姑娘出去寻开心，还不能唱大人。那么马门人啊，老头子身上的功劳9分半不能抢脱，还有半分是听不知里讲，你们欢喜一步看足，通通的抢光。这你对会一桩大功劳还要抢你过来，啥个功劳？嘿嘿，老西人居松亭派请我来送走真治他，功劳还要抢过来，那么话比上，该做真治他是凭良心说，老听众才晓得的。纯粹我想讲，花园里向当把高低生送不放轻，就说你要抢功劳着。是啊，够毛。据送顶上李英之为样好东西送与你的哇。好，姑娘说的好，非得派亲，为要送样好么子不我，不知啥么子哇。姑母大人，什么东西？咦，我一直叫姑父拿出来送与你的哇。为啥姑父拿出来呀？姑父分不我管，为不姑父吃么个？那么是我非门带门清爽。姑母大人，什么东西我一日到方回的了？是啊，你人健忘得很，不是别的东西呀，就是一种富家之宝珍珠塔。珍珠塔？哎呀，不对了，孩子哇！珍珠塔是别家落翠亭那送给我。那现在不得神啊，居送的老让人送给我呢？哎呀，上次当在，原来个马门人听见我走过，来让抢功来，我还个事体拉到自家身上想，身上想我是忙着别人身上猜。哎呀，姑娘，我真正太为一点点，各方黄金方人要挖出来在，倘若挖子出来嘛，飞呀飞不走。搿把也说错了哦，刚走想飞，说错子唔起个样，喊来喊去我走过没活路，现在么走过隔脱一些些，我还非走来不走过个，等到爱些的我不走过辰光嘛，可难那行背。哎呀，说错飞，现在当来真个，非得不说错了，为下来好无理个爹来。葛某大人，哦。原来是珍珠宝塔，可是有点啊，有点，有点，那是在王本身上拿出来的啊。他说的是姑爹送的，莫有是你姑娘送的。这是姑父送的，莫有是我姑娘相送。是啊，一代来先人名我周姑娘的大德，你们那没别人大。你是晓得我送的哇？儿就晓得。这句实讲属于几人心哇？是啊。不晓得妈妈人啊，那么出功劳如心，居我对错对在。隔壁希望里神于是来到人做你对，了他不一样，那这个抢功劳抢出报应来，往是女婿头里向吃个永红中，清清爽爽，让听。那么妈妈人哪行当个种真知他是老西人居松丁送给你有道理的。当辰光小将送走真知他辰光谋起自家爷娘，后代强的去了也抢这个种真知他马到小将水里扑后，小将一看不得了，该桩事体臭帮着，那么告诉老娘讲，沈御史老东你说的啥个？乃农花园里向送给自家表弟，讲起来是台木追前附近亲在，别人不晓得，讲出去讲不知乡，啥个？这是我老丈人再到居松亭派请我来送给你个正大光明，不人好说话呢。当辰光沈夫人发了虎狼，说让我记得到武当山烧香去着，
回转来听见屋头讲起，老头子送走真知他，将军不服气抢他个，以我受到今朝功劳抢尽。你是晓得我兄弟啊？儿真晓得。为妈妈人做你说的要抢功了，那可面孔虽坐落，手指两样，那定心上有心马屁要拍足。丫头们啊，夫人娘家。放在嘴也不要为是要摆出来的呀，分外的呀，分外的噶，而且不逢人，不逢人要教菜，要教菜，到底啥个菜呢？妈妈人做你对马屁也没非要拍，要拍到要拍足，要的呀。夫人娘家16位菜16本，16位菜16本，8汤8菜16只大菜。夫人太肚子哇，一个大盘上呗，对。三道头生意的肉，20年开办上牛的美酒。哎呀，夫人吃菜瓜，吃贵的哇，吃贵说去白来。妈妈人最势里面弄得上，16位菜16只狼本，少叫16位菜啊！从前辰光，客人高官交兵来着，哪不要16位菜？16位菜啥么子呢？一只高脚盆子里向把一样米酒，16位菜16只狼本，不汤不炒16只大菜，三道头生意点心，年年开放上牛和美酒不得了，小菜要吃不说样。一只不水做包袱肉，顶起码9只不水做，手上块鱼见小菜打发干，叮当上块鱼像叶子这样上。眼睛太歪的朋友见小菜还要问心了。老兄把再寄了上上火，让东南方嚓寄了只回转来，侬王先生眼睛在磕头，还好出几个了，只有妈没人受得了。是啊，而今时房白酒是呀，我要与你接风啊！太里妈妈，搿做嘴师傅也吃得成功嘞，吃没分吃了，晓得些晓得了。公母大人，想与北京的刀子。一是同意一母带来孝敬的公母，红了公母大人背下这样接风接人的罪孽，真是不当之。哎呀，是哪里话来？吃我的嘛，就是吃你自己的哇。出不服做故事，你要觉得也吃不着一根的呀。我的家人嘛，就是你的菜肉哇！不做故事，一锅里样弄不着干。我的女儿嘛，就是你的妻子哇！不做故事，出不老婚夸张呀！哎呀，好人啊！哎呦，你没得啦！哎呦，要多哇！乡里是千里迢迢难得到，我把那一杯水酒别费心，像一杯风凉两醉回。我是放出双眼风影，想当初美丽英青在松顶上，老糊涂地步回来向我认识的相逢，片刻就松。再三苦虑，你是再是因再思虑是你的身躯，一律不是你心肝儿非凡，没决定婚姻。想虽然功夫没心啊文博，总是就要送定，以我订婚姻，我看他个怀真不敌小良心。书房里来了做你的小将来，听不敌小良心，把我听我去。哎呀呀，
亲人啊！哦哟，懒得嘞！哎呀，我心里热了里哇，乡里那样一般没风啊打湿，我包里来把东西吃吃，寻个来姑娘，亲若是不爱人。我昔日富留在西游里，这下毛竹背孤影，暴雨后来放下军个风雄，化解的功名。我菩萨面上一直暴雨那个呀，书房里来了听得蛮清爽。老太婆啊，那暴雨的啥？我对来告诉我听个，抱怨我老头子半身不在，中风风瘫困到床上，死不翻身，妻子连做过伤的。抱怨自家女婿帮着强着走到西方极乐世界，连抱怨自家发生瘟病，抱怨囡恩做官家夫人，来求到自家程度，今朝闲话翻转来听你讲下去。那么盲目人走年头，你帮着强的我要老婚啊，该桩事体。出为事，出到了是人身上。是啊，你中途女的，你家姑父是不应该啊。想姑父毕竟良心伤，使得阿辉送定密须亲，终归那中途女的伤为身。是养我终身，因而那父美父出父病居，所以他口口声声也来婚。你家姑父他要来婚啊？哦，他也来，他也来婚呀！啊，你跟我为怎样呢？我与他不客气啊！我说的，你这老糊涂，你这老女精，咦，也要没才门子，听我讲，都来婚姻，我不允，所以左右家一日大事经。非这里事儿送大刺。只怕已经别自家门，因而我黑姑娘大力如的定，想争气的那军真头爱，才把我胸中的勇气生。一头皮塞在了杀气，想今朝是知味从头来说一说明。是啊，狗不大不祥，话不说不明。你这大姑娘势力够富汉，老几下姑娘是好人，公的是么千爹反恶的害人精。往时了，四人发了边浪，三门来马一跑，那么了，也要跑马屁子，亲亲。是啊，哎呦，啥个吃不消？哎呀，我吃得消了你哇！想我与你们同样相归情不识，一同情上个两同情，两心相依呀，你心爱。
我们反过家在妇一女，老夫妻不知要作须神。家子终身不必烦，想我们是么自家，不说自家人，非比人然非非亲戚都大话一日生，你莫把我姑娘当为神。这可是啊！哎呦，对你妈妈阿眼得个嘞！听见我祖子姑非来抢功了么，为要拍马屁。看嘛妹啊，那个地手说我全部收下来，那么看了仓库里向，那些的等到不走过辰光，一句一句为不呢，再来出清神后对个。孔某大人，只要你高某大人不把我方亲当作为人看待，已是十分该这是哪里话来我们自己人哇？面孔笑眯眯，那平时现在佛爷摸三门子，要摸个老实人，当我不得高子。丫头们啊，师傅娘，书房中最要怎样了呀？哎呀，夫人啊，我不想回复你呀。刚才我到书房里去观察，那么自知师傅说该不是都不过了，搿顿嘴事业搿他3日天还吃得来。啥么子啊？拍马屁还搿他3日天噶，别浪脱噶！哎呀，一定要快一数。是呀，夫人么是都不过呀。你想想看，有种么是忙起来，有种么要发起来，有种么在隔壁人家后叫起来得了呀。太太啊！太太教育更高，堂堂御史府的要去叫起来，一定要快一数，尽快越快越好。我不是刚刚要快，那么是子师傅说该，那么啥干吧？爸妈正急今朝报出来，什么事呀？在家里向种妻子刚来还吃个顿饭得来。妻子刚吃个顿饭，而且吃干饭哇，那当里吃了用啊？吹丫头。快一数！那么你说该，实际上还是上女来我啊到闭关。那么实际上，侬也心痛的呀，可是你也要肉痛法的。那么商量下来嘛，讲实讲吧，哎呀，都整2大点心，先让你点鸡。龙地点心点鸡大红烧，不过在屋头看看弄弄清爽。现在个身高上牛了呀，点心要靠近点啊，非要烧个大饼一条老虎夹子麻豆枪饼打发干个。什么点肉啊？那鸡肉馄饨4斤8子那口阿来是4斤8子鸡肉馄饨，不能收怠慢上牛子。是在屋头啊？为呀搞一样。搞啥么子吃？搞一样，太看菜上牛羔。吃不了个呀！哎呀呀，大面我头拎不清的嘞，不是夜里吃呀。上牛他看菜，扒了边浪闻闻看看，还是好该。对个，是个供一供啊啦！你要4块钱供一供啊！你当初清明上坟啊，供一供，去丫头说句白嘞。小头眼睛到书房里观察，可是2大点心是快开，一些功夫已经都整好，都带老师娘夫人过一个目。搿夫人啊，点心来着哇！你再看，阿来是家啊，香喷喷，你看看，鸡肉馄饨上头一层辣出在往鸡鱼，蛋皮后台是干贝是，香喷喷。哎呦，4斤8子，你看人家鼻子不是不得来透明着哇，里向滋鱼囊囊，哎呦看了食欲已经来个着，上牛羔不错，蛮好，送上去。送上去，没，那要乖送上去。橘子送噶，这谁叫大白上？大白上，有一个东家说得出，还有一个西家做得出。点心都过来到方亲门前，不落到一句，我问点心头浪向一定，小女来要请用点心啊。那么有边浪向屋头，拿点心发大头了。方亲一看，哎呦，点心来着，你吃葡萄香喷喷，阿爷吃，落得吃。因为今朝我桌子搬了有得吃，倘若不做过事，连得没得出去个。那么趁现在做官当看，让我张摆大皮，爱些地不做过起来，我得去点动。
那么闲话再说走来，肚皮他的确没饿了孩子。母亲派台为是早上向5、6点钟，让凡人吃子的干点心，还准备参汤。那么现在啥辰光？总要下半日头2点钟，搿顿中饭夹脱了海，所以肚皮的确没饿。2大点心都到水里添汤，踢脱才吃光，吃得来汤脚再不停一嘟嘟。边浪向屋头眼睛加过水根，拿点心收下来一看嘛，搿2只盆子清爽得来，大翻大得开。还是拍拍夫人马屁，嘿嘿，夫人啊，你得看呐，上牛来一个点心，欢喜吃干，吃得哎呀高兴死的，汤脚脚不停一嘟嘟，再搿点天狗是个呢？青苗头要死光了，你当你帮了个要天狗个，马屁刚刚拍好饭来说，滚下去啊，吃乖的，吃乖该，让市里人看出来了，自家吃的全部吃光叫吃乖，狼疮得不得了，现在还有呀。做书里还真还有呀，那一般让食面浪向西装笔挺，来得砰当砰当，不着两本，一歇歇吃脱4张。半边朋友，老兄，你那一口子吃脱4张，该个么吃乖乖，谁叫吃乖？汤师呢身上2个补丁，还是吃脱4只两本。老兄呢，哎呀，分吃上些狗吃子鸡团人参鸡在，哎，我是得走来就是，来得西装笔挺，坐了浪宽动都不动，一领个，老兄。啥地不懂？搿种菜我口不乖乖，连屋里向吃个菜比该得好了。老实讲上今朝来是夫妻来吃个，不点主人面子来数一数，等些时要追个，一领个，拿得3个补丁，还是让眼瞪瞪，不想老兄啥天眼瞪瞪，吓眼脱了海在一接西在，就是一副领个，主人2万币啊，翻来翻去侪是你，现在谁叫吃乖？是啊，够么？客人吃吧。包得了，怠慢得很。夫人就要围在后边啊！吃不下了。为要与你接风啊！方请对姑娘忙忙，姑娘，你们叫真正不为中人。同样搿顿点心，你前3年亲自我吃是我真正艰难寻啊！为啥谁做不吃？反正不吃，口才分口见血。今朝没啥现在。总之，吃上人后，大东大西有得吃，啥为我方亲不肯去吃。倘若我方亲能够带一带所谓的宽头上办一办事，本主不得了大面子。还是自家一口那姑娘真正不为中人。那么现在肚皮装扮肚皮嘛，我得要翻出来服从规则。可么哪非法之人？可么趁该个当口。娘来打一打覆盖，走一走年头，所以方清神道之徒嘛，来让想，那还一来嘛，还翻出来服从我。非须为云复须臾。神道之头，让人走泥头。慢慢人走泥头哦，你伪装大喜事，啥个大喜事？种子上牛了要下来，啪，
醉马鱼缸，这个醉马鱼缸是风光得不得了。上牛鱼缸，有只游动的人了，外地刚当饺子肉、内丸子、白肉，要到井里向去看上牛鱼缸。于是看着鱼缸，人夫气概，我望空，我是的姑娘，也是个丈母娘，还是女婿。醉马鱼缸分口就么一大一有，那么啥个？口么分口间，还得讲出来，让我听听看，过你还是好个。是啊，公某中了双牛日要醉马鱼见。是啊。哎呀，是啊，醉马鱼见怎样的风光啊？说你还要听风光事体了？我倒想翻转来不做步子呀。那么阿能讲，放轻一周年的嘛，可以讲。为什么风光事体多啊？如今侬李中三牛坊七上前后，金利宝玉上方宝剑，风之无影，夯不啷当一塌瓜子，各路三门通通讲不离听。今朝我要背上33天，那么再把拉他丢下来，叫击杀那个盲门人。公母大人，听禀。请讲。醉马鱼见谁有神？我的生命手臂不紧身。不过方清香内当中有桩惊喜事体，还要来讲不离听。公母大人，想预备的醉马鱼见的事情。那最小被今日当于开剖机关。哎呀，公母，项羽被之大内领队了。怎样啊？那魏忠义门下给儿子，一是万元的儿根。那我的举子知谁死？在欧阳门外就等分。是我母是家名家姓即将死，是我母是双牛，否是不起兵。是我是抗气分量，否不发。是我是空然否比的大军神。说出中用一个字，切记刚多多要再犯钱。为盲门人做你的四经八字肌肉稳当，吃讲活龙了还是？上不上？醉马鱼缸辰光，把了基层党羽口破机关，说得这个上牛是高明高姓，奇怪。就是方清旁头楼上人别叫，侪是讲闲话；今朝旁头市里高人出去呀，侪是讲个真话。方清的确要醉马鱼缸辰光，不被人家口臭。你现在不叫毛病毛姓，你叫高明高姓。那盲门人做不了你背头，就是把基层党羽口破机关，及登文乱预告，要请皇帝定裁。只看到人说着要坐办，切记讲独独在方清嘛，要杀你苦浪头呀！盲门人听到该的嘛，心底要起来呀。切记讲这样的再说，你必怎样？哎呀，对你妈妈你别急呢，现在我不会丢下去了呀，非得不得，还要往上头抽一抽了呀。干嘛大人？为好啊，为好。你为好，我还为好。那。
小北方风之急，梦清日家父一品太风神，是今我臣民代替东参与。清皇帝拿里当场再续介绍你死罪神人，少将死罪神人，啪，神人表讲清爽。我是再想生子礼部儿子，不把人家有王割脱虽然，我没办法想，我要保佑你朝廷，我只好高姓高名，请来凡山不能够要说知我吧。嘿嘿，就是皇帝理你的是公正之后了，非但发杀，反而高封。阿爹老娘讲不继承遗业，啪！现在讲起来平反，怕光了事情。现在讲起来怕民政部到湖头太平庄祭扫坟墓，国库里向拿出2万两银子，方是相互重新修建。我个娘说了你水沟上放苏之部，教子神明，高封一品太夫人。非但上牛老爷外高娘里做七伤人后，上方宝剑西在后追，便宜因后出进小皇帝，替表家奉旨做亲。当辰光不了继承遗业，超高超出400万高档，发还现在讲起来落着政策，不得了啊！该番闲话一讲，盲目人听见开心啊，笑是笑得来，两只眼睛各经上条缝，像猪猡眼睛似的。听得夫人出两声，相父兄识得做中原，杀杀父狗须在心，而今皆此夕阳。家之相发，是个老糊涂，风雨不尽命。女孩儿相信归王府，小女儿是富贵荣华够一生。我是阿辉，当初西施里有情不相识深，看日都来婚姻后，岂不是188双牛女婿要上他身？老四人眼光好，晓得你将来做过。我个辰光不要老婚，银块分老脱，倘是老脱了，呜大吉，上牛女婿让别人，嘿嘿，我个势力啊，总是势力得来为首于亲的。因而我势力为首的定。欲作此，历是我3重小辈，阿日女婿也要当儿子，3重小辈3个眼头，
阿日中上牛，女婿大头有，儿子方行我。我是你三重长辈，我是你姑娘，也是你个丈母娘，再是你个妈，我要寻死他个嘞！襄阳城里说我推真，王玉娘娘个的夫妻恐怕也不会接我，嘛没人开心。有心让我风头出足，一定是鼓出来的。从凡人到襄阳北要八岗，三个浦西到浦东北要八岗的，做手来的。但是让我当天的手顶了上上火，关着屋里的家家丁家家到你手上下去，哪里行里上方宝剑金缕宝玉黄金银星夯不啷当出到我府上下来，那么了我府上狮子七上神我襄阳吩咐古有一件礼背要到我府上下出出进进让襄阳顺利顺安老百姓口口喜欢喜欢妈妈娘那么来画鼻子要不喜欢着是啊干嘛李总凡人的襄阳是大骨肉来的吧请问是大骨肉定在哪里为什么我去了我可是不能实在大骨肉上上火的那一缸子而且对我要反复走干那么对姑娘妈妈大清早到比没吃饭大概个当口嘛我倒想翻出来不走古仔方清刚才说到中国辰光惊人百万人受得必听现在不走过等于两样后夜却被今日俺们三个几日天分吃过饭子的高某大人你要问什么啊那人二头子一都来了谁人请得啦哎呀我大概刚子3年事体辛苦着我问你大骨肉定在哪里木鱼呀啊分手手来个有是有的来个不外观你这上方包几年一木鱼经理包几年鱼木鱼那怎么个上一道古不离银银不离古黄金银星拿来带我一看像我不一木鱼中嘛哪有什么黄金方银你绑在地上来啊算不了古二分子啊哎呀呀你方才觉得黄金银星经理包就上方包金真是而今到木鱼了呢木鱼嘛是木鱼了啊那个王叔啊哎呀马门人做你对要死夸子上当阿为是要去做个梦的方才讲的才是梦头里向的闲话现在说起来我阴心不真不着你方才讲的上方包金经理包局公正民主难道内口一梦不认啊我在哪里做梦难道你公公大人也在哪里做梦不成啊哎我也做梦不拼上当官既然是不是我们怎样买木鱼的呢公公大人语所不追啊像我方才讲的那是中国的上文为中国的下文我尚未吃啥不是对面我们上岗子一半来了为一半为分岗了为一半是刚没有的是上帝我方儿子大家不没来你看那个种实讲非听不可不听到不来是下文怎样我看为是不要讲吧你不讲我心里一样的呀为是讲的哈只怕讲了出来你根本要生气的你现在不讲我一起来同情的呀你为是讲的哈啊得预备告像我那一日直到即将千寻出动什么金缕宝玉上方宝剑黄金方银都封在手中出卡得来才封了水里这不是皇帝金殿上向也不讲道腔的哪会得500年怎样为木鱼的呢像我要三规矩去若是太归手吧女儿为女一开看出事体来着开许什么这几两旁都是几人眼神像我乃是众人寓意其用这杯鸡食在烧中逐路上岗我女中斗剑之规不女中否日之故说明我与猜罪一
本，哪不让伤病不死活剥杀着？乃去抽罪继承并家继承四大更深，必怎样啊？哎呀，公公大人，那就想催出之类了呀！哎，我晓得出毛病，这要怎样啊？公公大人，哎，那。皇帝背面空着，少人官长来抽罪，要查着跟着。就说现在冯志良是拍水位进进门，一进进门不会放出来着，做着三法师，三当卫生，为当地牛郎称用了。妈妈，你说你对，是啊，咱来的木然的没有一个好人来娶你的母儿。哎呀，不领着我，十六个肚子我，要真正就话里，可是担当不起的。啥个？让我放松啥个一点点。各位大人，我哈，巨星来了。哦，那个巨星三个几个我啊，怎样？当差有周大人，昔年中梦巨匠。转移出来的，周光对周老大人周都御史中当个领袖，你是天启皇帝的先生，你个天启皇帝读书，你答出来，讲年纪轻了，少官府请上，请来反塞恩说，定性不要紧着。是啊，原来周光对周老大人报罪，一定可以复归牛职。哪有这样容易？发来噻，要么发他的宫殿。发疯哪有这样说话？回不来噻，要不靠他的奖金啊！好好打发规格，别怎样啊！孔孟大人，哎，像我说日没与周老大人报举，哎，只怕今天与你孔孟大人不能见面的了。妈妈，你这你的那洗车子啥很傻，而今怎样呢？哎呀，孔孟大人。不好了！哎呦，要吓出心脏病来个哈！那一封恩诏送天将，啪！一封恩诏西我在了该个辰光，盲门人都已经升得像西我这岗上，怎样啊？把我各自为乡为老百姓。引领小小逼出金方城，举方城。
呀呀，插公个老如心，那么我大姐，所要必唱大人，无为己所。
沙米